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啊。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是来关心议会总质询。台南对客家7股顶大北门区自动发电太阳光电，目前设立太阳能板的数量已经是全国第一。议员陈坤和在质询当中，除了质疑核电共生按照的执行成效有加用实真正电，要求彻底稽查以外，嘛进一步质疑政府废除核电转向绿能是高明的贪污手法。
议员陈坤和指出，台南市不管地面型、厝顶型的太阳光电设置案占全国20.66%，已经是各县市遥遥领先。伫总集村不满时当正电过一段落，已经破碎的西海岸，结果所有渔电强性暗场却无到4成电量，强烈质疑加永续真正电。渔电共生，当初政府的利益是说，既要从事渔业生产，又要从事这个绿能发电，然后所以两者是缺一不可，所以你不能说发电之后没有在养鱼，所以我们去稽查，如果他没有实际养鱼了，就会要求他限期改善，限期不改善就撤照，撤照之后他后续就没有收益了。所以呢，接下去就是要进行的。那我在想，我本席的意思说，你现在产生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然后陆续再开放，继续申请渔电共生。那是什么意思？议员进一步以由一个满岛优先环境主体为例，竟然社区拢被光电网包围，相当痛心。质疑敢讲，这拢是民进党政府废除核电转向绿电的高明贪污手法。以目前为止已经起诉的人，很多都是不同政党都有，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市长，我跟你讲，在本席的眼里，因为这个案。从本席担任议员的时候，本席选议员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太阳能光电，铺天盖地从我们七股了，而且最早是学甲，因为不利耕作区最早是学甲，有923公顷，后来增加到1200多公顷，七股还没有优先重点区域。议员陈坤和感慨表示，检测7股若无静电，伊甲市场的关系会较和谐。不过，徛伫环境升温、土地伤害以及庞大利益的备案，伊一定爱徛出来。台南新闻阮吉杨顺怀采访报道。日前，一位代表参与罢免王定宇的国民党青年军，因为党部名册涉嫌不法，连带被起诉以后，身心备受压力。现在连金管会嘛要求金融机构向20几岁大学生三番两次来询问，甲银行业务无相关的问题，互人感觉真消极。对此，议员王家珍嘛出面表达，这毋是诈骗，就是吓惊。议员王家珍延续日前澄清，毋是王定宇罢免案的代表人，并声援两位大学生，包括代表人胡永荣被司法起诉案。21号进一步甲这位20通会大学生指控金融机构竟然三番两次以业务查询为理由，问伊敢有参与王定宇的罢免行动。原本也准讲是诈骗，不过经过查证，才发现原来金融机构甲所属业务人员口中所讲的言论拢是真，拢有录音。推动过罢免那个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的领衔人嘛，对，是这样的嘛，这个是要做什么的？这个是那个金管会规定我们要做这个尽职调查这样子。因为昨天我们就是针对他们就是打这支电话是不是诈骗来去做询问，那我们得知说这个应该不是诈骗电话，确实由他们公司的分机所播出。议员面对少年人单纯为民主发声，却接受司法迫害，已经真惊吓。现在佮进一步伫银行监管来往的资金投资，拢爱查水表，不只是侵犯客户，更是一种吓惊。他有没有罢免领衔？是罢免的领衔人，跟你元大证券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是金管会要求的话，那我们要请教一下，你凭哪一条法律要做这样子的要求？议员不满讲未来甲金融机构来往偌完整表达，敢有参与过罢免，敢是国民党的青年军真正互人料想未到。台南新闻阮吉杨顺怀采访报道。因为感受受救犬执勤的辛苦，甲无容易培训，但市有3位市民吴松琪、苏秀美甲吴玉珍共同关证上局一台受救犬的运输车，21号举行关证仪式，希望借此加强防救灾应变，场面相当温馨。
搜救犬伫咧重大灾难以及紧急救援任务中具有关键角色，会当早期发生生命迹象的能力，会当有效提升抢救效率。市民吴松琪、苏秀梅以及吴玉珍共同关进一台搜救犬运输车。21号欢喜举办启用仪式。民警报器，此时强大的警笛声代表新生绿军正式加入。感谢我们吴氏家族，他们捐献了这个我们搜救犬的运输车。其实搜救犬在搜救活动行动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能够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还有所受的训练，能够发现这个待救援的人。这有时候争分夺秒，分秒必争所以说这非常重要。因此呢，他如何维持他们在最好的体能状态，这是我们这个运输车的目的那现在我们坦白讲，我们的这个经费都受影响这个一般补助款也都减少了，所以说那这是吴氏家族他们捐献了这个搜救犬的运输车，就变得非常重要。上局表示，搜救犬是各类灾难现场不可欠缺战力，而搜救犬运输车更是维持犬只体力甲表现的重要资源设备。政府经费有限，民间资源投入就极为重要。这类捐献也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着救灾工作关怀甲支持，将会当进一步强化台南市的救灾能力。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医经过数千年的传承，用草药占固定异地的方式，更当透过占卜来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对症下药。有一位中医师林春红，以占卜功力，不只当明确讲出患者的身体状况，连内脏的情形嘛当掌握，互袂少患者相当的配合。上次这样吃那个睡眠的部分，就是我们入眠的速度有快一点的吗？有差不多，还是要20分钟啊。压力大、睡不好、睡不着，是许多现代人的通病。若不想依靠安眠药入睡，不少人会寻求中医调理体质，改善睡眠问题。但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如何对症下药？中医师林川红对脉象诊断特别有研究，只要把上一脉，就能及时掌握患者身体状况。比较亢奋的比较入眠就很困难的那一些脉就会比较红滑或浮滑或竖。那一些比较虚的，它反而是那一些，它脉是比较弱的，但是不太一样。中医师林春红根据脉象表现，开出安神或者是补气血的药方，帮助患者更好入眠。睡觉都是在半梦半醒，其实那一种是我们中医来讲是一种叫心脾血虚，反而是要补气血。我们用一些类似龟皮汤的东西，其实它就可以比较好睡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很多人他一开始是入眠是 OK 的，好的，但是很容易睡一半，又醒来又睡不着了。那个我们中医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属于少阴病，我们也用那个类似中药的黄连阿胶汤，这样就可以帮助他调节。因为在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讲究阴阳平衡。林医师的阿嬷就是台语说的三星牛，不识字的阿嬷也会叫林春红帮忙写药单，因此也让他对中医产生了兴趣。经过学习钻研，在民国87年取得中医师资格，行医至今。就是我阿嬷，她都有帮人家看病，而且她看病就是她不识字，可是她很厉害，她那个头脑可以记很多药物啦、药理啦，什么都记得起来，好厉害。然后不识字，然后他就会有人来找他看病，他就会叫我帮他写那个方子。然后后来我就去买了一本《本草》，那时候我小时候嘛，我去买一本《本草备要》来看看它，对我才知道怎么写啊。对那时候就觉得还蛮神奇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林春红不只对失眠减肥有一套，连不孕患者经过中医调理1年多后，也都顺利怀孕。那时候我有在做那个试管，然后就会打那个排卵针，然后就来的时候，林医师就说：“你的卵巢很胀。”他用把脉就知道我卵巢很胀，我就跟林医师说：“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试管，都一直在打那个排卵针，然后他就说你再打下去，我的卵巢可能会变体。然后后来他就说你试管先休息一阵子，然后先用中医来调理。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试管已经做3、4次都没有成功，我就想说也差不多要休息一阵子。然后我调理了1年多，我就怀孕了。对，后来我后来就生了4个小孩，都不是做试管的。爱尔利集团董娘李怡如经过林医师的治疗，如今已是4宝妈。现在不管任何大小病，李怡如都会来到新善中医诊所看诊，照顾身体。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汤基中的免税店业者，为落实企业责任，并且支持台湾的小农甲在地品牌推广，并推出一系列美食料理，得伫基中来卖，嘛实现产地直送、减碳营销的目标。桃园机场免税店业者为了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响应永续减碳目标，支持并推广台湾小农耕品牌。携手桃园在地小农，导入荣获全国10大经典好米肯定的大贺米，推出一系列在地米食料理，在桃园国际机场餐饮据点贩售，实现 ESG 产地直送、减碳永续、支持地方创生的3重目标。生仁仓免税店跟桃园在地的品牌大贺米合作，然后产地直销直送。当然，我们希望桃园国际机场的旅客呢，可以享受到台湾米的美食哈。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行销台湾的美食文化。大贺米是在地青农陈世贤从屏科大的食品研究所毕业后接手加州农务，花了7年时间让收获量增加3成，更进一步改良品质。他很高兴有机会跟免税店一起合作，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在地好米。就是其实对于这种企业采用在地食材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开心啊，因为表示自己。这几年的努力，其实慢慢的都被大家注意。那也很就是感谢，就是公司他们每年为了这种节能减碳，慢慢的进步在努力。那很像我们一直默默努力在进步这样子一个方式。那当然未来不只是稻米啊，那也是希望说更多的一些在地食材啊，能被在地的一些企业多多的采用，然后慢慢的达到我们更多减碳的一个目标，这样子。主厨表示，大贺米的品质非常好，有很好的香气，口感也很 Q。希望透过美味的料理，让国际旅客都能品尝到桃园的在地好米。那个米煮完会有米心通透、Q 软，而且它 Q 度、弹性都很好，而且吃起来会有一点那个米香，对，是一个很不错的在地的米。我用台湾的在地好米我去自己插秧去耕种，去衍生出来的一个不错的优质米。希望跟外国旅客一起分享这个上等的米。免税店业者跟在地大贺米从去年底开始合作，短短4个月便已经成功减少约1277.2公斤的碳排放。业者表示，未来也将持续跟各地小农跟台湾品牌合作，深化在地共好理念，将台湾美食及文化行销到全世界。记者赖伟一团报道。2025年世界总年运动会为了迎接国内外选手甲观光客，主办单位宣布一个优惠活动，除了进场观赛民众会当参加春观，有机会抽到1000块礼券等好礼以外，超过2400间的特约店家甲400间百货进驻的厂商嘛拢有好康，希望成为运动会上强的应援团。双北市壮育一起谈好康。在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周水美及台北市议员郭昭言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双北世壮运好康优惠大公开。首先，针对选手部分，推出场馆、商圈、艺文及交通住宿4大好康，包括特约店家、在地商圈及商场百货3大券种，价值460万元的现金券周领，凭券提供127座场馆免费使用，与门票5折优惠。艺文活动加码及订房、交通票卡折扣等优惠。世壮运它就是一个运动嘉年华的赛事，所以除了要发挥运动精神，还有什么很重要？文化交流、旅游观光。那观光什么最重要？消费最重要，大家对不？所以呢，我们所有不管是国内外的选手来参加世壮运，就是除了比赛之外，就是要去希望可以带动消费。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在场2400个特约店家，有没有很厉害？2400个特约店家，再加上4400个百货商场的驻点的店家，所以总共6800个地方让大家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呢，也要感谢大家的帮忙，因为我们有商圈的现金券，也有商场百货的现金券，也有特约店家的现金券。所以只要在官网选手下载，每个礼拜有600元的现金券给你使用，而且可以到6月10号，也就是欢迎呢我们国外的选手来到台湾，也希望可以留久一点，在台湾多观光、多旅游。为了鼓励民众进场为选手加油，赛会也规划打卡抽奖活动。民众只要在赛会期间进场观赛，扫描双北跑点闯关购 Web App 打卡完成积点任务，就有机会抽中1000元礼券或是 U 币，还可以兑换限量壮宝周边商品。在这一次的世壮运部分呢，体育局有安排这个赛事参观的一个优惠，只要进来呢，他做这个赛事的一个观赏应援，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集点的活动，另外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在5月17到5月30期间呢，一起来帮选手加油。主办及协办县是超过2400家特约店家及4400家百货商场驻点店家也共襄盛举，组成世壮运最强应援团。除了针对选手推出专属优惠，一般民众也能到多个参与店家享受折扣优惠，在地后援好康，让全民共享。看到我们不管是为选手，为我们所有的民众来参与的部分，我们准备了从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了。可是没有我们在座所有的特约店家跟我们的商圈跟我们的百货，其实我们是办不到的。所以真的是我们最强的应援团队。那我们在各项的一个赛会的一个现场，实际上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在几个县市6个县市里面，总共61处的一个整个竞赛的一个场地，其实我们也在做最后再次的一个检核跟准备，希望都给我们的选手来到双北，来到台湾，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参赛的一个经验。双北世壮运推出专属选手的4大好康，也让报名参加世壮运举重项目的艺人陈佑龙开心大战，吃喝玩乐一次满足。因为其实这一次有非常多国家的选手会一起来到台湾参赛，然后因为我这次参与了这个商店的拍摄，所以我其实还蛮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比赛之余到每一个商店啊、每一个商圈里面走一走、玩一玩。其实我自己也玩得蛮开心的，就是一边比赛，然后一边可以吃到台湾的美食，然后欣赏台湾的风景，我觉得非常棒。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市府团队一起组队报名参加慢垒赛，林奕华强调，世壮运就是展现运动没有年龄限制的精神，欢迎大家以实际行动应援选手，用热情能量为这一场世界赛会注入满满活力，让国内外参赛选手与游客在双北世壮运留下人生中最精彩的回忆。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以台湾民间信仰作为主题纪录片电影《三清》日前举办首映会，不只有来自全台宫庙代表组织，也邀请35间庙27神神尊做伙来看电影，为电影加持祝福，也创下台湾电影历史的新纪录。会当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所有咱的政界贵宾，大家会当心想事成。三清导演陈毅跟贵宾们一起在来自全台35间庙、27尊神明前祈福，看起来是拜拜，实际上这是电影首映会。以台湾民间信仰为主题的纪录片电影《三清》，由桃园在地导演陈毅跟团队历经4年拍摄制作，走访全台各地宫庙，记录活动与故事，希望透过电影让大家认识民间信仰，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温度。今天是电影《三清》的星光首映会。那有别于我们过去的规划，今天邀请了台湾35间宫庙、27尊神明来到现场来赐福。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宫庙代表，以及我们总统府何志伟副秘书长、我们的内政部宗教司副司长、我们的罗副司长，以及我们代表张善政市长前来，我们新闻处罗楚东处长的到来。那希望借着这部片，能够在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温度。那希望我们后续北中南特映以及外岛特映会铺陈到我们年底12月上映，希望能够让大家用重新一个方式去认识台湾的民间信仰。参与拍摄的园林作安宫东山妈祖青年团团长表示，希望透过电影让民间信仰跟香火不断层。拍摄过程中，导演都让大家自然发挥，没有太大的压力。就是它呈现出的是就是不同以往的那一种宗教纪录片。然后它结合电影，然后插画一些元素下去呈现。就是其实从小到大的信仰就是宗教嘛，然后道教接触比较深啦，然后就是也让大家就是不要让这个香火传承的那个世代有断层。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也特别到场参加首映会，表示身为台湾的孩子，从小就被神明眷顾，很高兴看到由神明当主角，而且首映会还有神明陪看电影，机会非常难得，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我从出生到现在，因为我生在台湾，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被神明眷顾着。那今天很感谢导演，也感谢地方政府跟中央大家的支持，神明来当主角。神明在绝望当中让我们看到希望，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学会宽恕，在失望的时候带来光明。我想这就是这一部电影带给我的震撼。那神明今天也会陪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想全世界找无所在，跟他咱台湾同款呐，所以真趣味，大家要来看。桃园市议会议长也跟议员们一起到场支持，看到桃园青年导演陈毅透过桃园的文化与养分，从出书到拍电影，看到他的认真与创意。这次的电影题材跟内容也非常感人。这个年轻的导演陈毅所拍的这个三清电影的一个首映在这边我们也与有荣焉桃园年轻的这个导演终于诞生了。我想在这几年里面我看到他的认真尤其从过去的这个文创配合着地方的政府把我们的文化的创意展现出来，然后经过这4年他拍摄了全台湾的这个宫庙的这个神明背后的这个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今天也特别代表议会还有我的同仁们来跟他恭喜。三清取自道教最高神祇三清道祖之名，首映后将会在北中南各地跟离岛举办特映会，预计跟当地宫庙合作，在影厅或庙城放映，希望透过放映会让神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重新拉近。记者赖伟一头报道。感谢收看5月21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